扇子嘛，说啷子呢？躲啦躲啦！你去了嘛？搿就拿我那么？我在你都怎么让晒了只草囊嘛？那一头那我前么尴尬？我带朋友不管早意思啊？怎么你这样？行吗？我的妈那个梦啊！搞我到了，我的妈！我打字手啊！但是我觉得那可好难的，我是睡到你坏都，和那么人个去了的有啥？个还讲呢？个还的，我是睡到你换那么人少样子，我换去了的有啥个？搞赢了的有。哟，凭个老良心哈，特别对还机会没对我的时候，姑娘这去个对门都容，姑娘这去逞凶，路了是这样子的，个门都容个你这毛牛脑咋个路途这，搞得么尴尬个都只想教过他个一次么啊？个这毛牛是对一条的，我像个黄脸婆一样，个就得教过对错个老婆，换了呢，我自己去到咋？么子化妆品打帮子都自己，个又绝对不花枝招展嘞，错去了的颜色，我也等懵不了。丑的时候个嫌弃，容的时候个又绝对打扮的花枝招展，但么够赢了的油。我那个想弄个，个又给我讲话，我那个跟我讲话，只改话要话，改话时候只话。我那个还头就改话，头就只改话，头改话就话头只改话就，哟，我他个下个人个好累啦，他个鸟给没他凶，牙口知道，这口知道，这口知道，就连我自己去掌握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搞都知道啊，我只不过好去多的自信啊，样子都口知道了，还想要求了对个一心一意，搞开心的时候，搞有了他个一次了。个难过的时候，就可能找点子炒饭搞。我真的人个太累了，那么不行，搞恢复单身啊。